內地記者高瑜被控為境外提供非法國家秘密罪案，北京市高級法院今日上午二審宣判，改判有期徒刑5年，另剝奪政治權利1年。法院又接納高瑜申請，指佢患有嚴重疾病，決定對高瑜暫予監外執行。現年71歲嘅高瑜被控喺2013年非法獲取俗稱七不講，即中共中央辦公廳9號文件，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裏存在嘅問題，並提供予海外網站。佢喺本年4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，隨即提出上訴，直到今日終有宣判7年徒刑減至5年。全新明星網多倫多微信號經已推出，快啲訂閱 subscribe 啦！